弟兄姊妹早晨，請大家咧就預備自己嘅心安靜，都 check 你手提嘅裝置嘅電話有冇閂好，讓我哋嘅崇拜能夠安靜嘅進行。請聽宣召，詩篇第116篇12至14節。我拿什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我要在他眾民面前向耶和華還我的願。讓你哋存一個滿心嘅感恩嚟到神嘅殿裏邊去獻頌，一齊嘅獻頌。我要感謝上主。請起立。萬國中尊他聖名，在萬邦歡呼歌唱，稱頌我上主。你的信實達於雲，慈愛高於天庭，你的愛偉大，你的愛偉大，高於天庭。願你高高被尊崇，超越至高天。願你光輝充滿遍滿大地。願你高高被尊崇，超越至高天。願你光輝，願你光輝，主啊，願你光輝遍萬大地。請坐。讓我哋一齊嘅安靜去迎呢一位創天造地，亦都願意臨在我哋中間嘅主。主在聖殿中。
請我哋翻開我哋今日啟應文，我哋喺恩頌聖歌嘅啟應文裏邊嘅第3篇，我哋獻上感謝。由主嚟讀，啟會眾同應。你們要讚美耶和華，我要在正直的大會中並公會中一心稱謝耶和華。耶和華的作為本為大，凡喜愛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榮和威嚴，他的公義傳到永遠。他行了奇事，使人紀念。耶和華有恩惠，有憐憫。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耶和華的名是應當讚美的。耶和華超乎萬民之上，他的榮美高過諸天。我的心啊，你要迎歸安樂，因為耶和華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牛油，救我的腳免了跌倒。我拿什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萬國啊，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萬民啊，你們都當頌讚他，因為他向我們齊施慈愛。耶和華的誠實傳到永遠，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請我哋一齊安靜喺神嘅面前，讓我哋將我哋心聲、我哋嘅禱告帶到主嘅面前。親愛的天父，讓我哋將最大最高嘅讚美歸翻俾你，因為你嘅帳幕在人間，因為你願意親身嘅與我哋同在。其實我哋呢一度每一個都係你手創造浩瀚嘅宇宙之中嘅一粒微塵不如嘅人，但係你仍然嘅願意同我哋分享你至大至高嘅榮耀，同埋你無邊無際嘅愛。你想我哋作你嘅子民，你願意同我哋分享你嘅一切。上帝，我哋多謝你，我哋感謝你。天父，真係對唔住，我哋真係好多時都係總係願意偏行己路。我哋喜歡活喺自己嘅生活、自己嘅罪裏邊，以至到呢個世界走到今日咁嘅樣子。聖經話係一個末世嘅光景，民打民，國打國，天災人禍。人唔認識你，亦都唔願意去知道你。求你真係饒恕我哋嘅罪。上帝，我哋感謝你，因為你知道我哋係咁軟弱，係咁脆弱，去微小。多謝你好早就已經為我哋預備咗救恩。多謝主基督，你願意道成肉身，經歷作為一個神係唔需要經歷嘅一個人生，由無限變成有限，要受到魔鬼嘅試探，要經歷憂患痛苦，俾人出賣，被唾棄，甚至被釘喺十字架上邊，為我哋犧牲咗你寶貴嘅生命，同上帝分開。主耶穌，我哋攞乜嘢去報答你一切嘅厚恩呢？主耶穌，更加感謝你嘅，因為你係勝過咗死亡，勝過咗呢一個罪嘅權勢，你復活升天。你今日就係榮耀咁樣坐喺父嘅
寶座上邊，你係同上帝一齊認執掌呢個地嘅權柄。主，我哋感謝你，我哋讚美你。真係求你願意將呢個救恩係能夠叫世人去回轉到你愛嘅懷抱嘅裏邊。神，你感謝你，因為你使一切都更新，你賜俾我哋力量去過我哋每一天，去勝過罪嘅轄制。當我哋心裏邊去依靠你嘅時候，你話過我哋就得幫助。故此我哋心裏邊歡喜，我哋快樂，我哋唔再憂悶。我哋要到你嘅施恩寶座面前，用詩歌去稱謝你，去讚美你。願意你喺呢一刻同我哋呢度每一個人同在，同樣都紀念有好多唔能夠返到教會裏邊去敬拜嘅，求你都與每一個信你嘅人喺呢個世界每一個角落裏邊同我哋同在。讓我哋都喺呢一個日子裏邊去紀念你嘅受死復活，我哋一齊嘅用我哋心靈去敬拜。一個合一嘅敬拜，願你親自嘅悅納，使我哋今日每一個嘅環節，願意將至大至高嘅榮耀歸翻俾主你自己。奉主耶穌基督名求，誠心所願。好，今日上帝咧俾我哋一個信息嘅經文，喺詩篇第8篇。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你因仇敵的緣故，從嬰孩的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裏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腳下。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跟住有早堂詩班會喺我哋中間去同大家一齊獻情，一首詩歌。人算什麼？請大家喺座位裏邊同我哋同心嘅去獻情。
今日我哋好高興啦，有陳德修牧師喺中間證道。修哥好熟悉嚇，咁係我哋之前嘅灣仔堂嘅會友咧。咁早期去咗柴灣堂植堂，咁跟住去咗1991年去到美國波士頓嘅華人佈道會侍奉，去喺嗰度做主任牧師，直至到佢退休。今日好開心，修哥喺中間去證道，佢嘅講題係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請修哥。弟兄姊妹早晨。首先我想表達感謝早堂嘅弟兄姊妹，因為大家早起就嚟到禮拜堂去敬拜主。我作為講員咧，我就7點45分咧我就到達啦。咁我發覺咧，我唔係第一個到達喎，係禮堂裏邊咧已經有有一個弟兄有一個姊妹喺度，然後咧詩班員咧就喺度去到練詩。所以咧係好蒙福嘅一個早堂嘅崇拜。我好高興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詩篇嘅信息。其實喺世界上邊幾乎所有嘅民族咧都會用佢哋嘅言語去寫出詩或者寫出歌。我哋中國人咧亦都有詩詞歌賦喺唔同嘅時代有唔同嘅作品嘅特色。我喺中學嘅時候呢，我嘅老師金老師呢喺度。喺中學嘅時候呢，就讀到《詩經》，係春秋戰國時期，係大概2400年至到2500年嘅一個嘅作品。裏邊呢有一首嘅歌就講到木木者俄，綠綠者俄，匪俄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應該係400幾年嘅一個嘅作品。綠綠者俄，匪俄伊衛，哀哀父母，生我驢水。呢啲係4言嘅詩。然後我哋知道唐詩呢就發展到5言嘅詩、7言嘅詩。然後去到宋朝呢，有宋朝嘅詞同埋宋朝嘅賦。去到元代呢，就有元代嘅曲，亦都可以講係歌。其實我哋嘅聖經裏邊亦都有詩篇，其中所表達嘅，我哋都知道係作者對人生唔同嘅體會，唔同嘅觀察，包括歡樂啦、哀嘆啦、哭泣啦、憂心啦、愁煩、反省、懊悔、感恩、盼望等等。不過我哋嘅聖經嘅詩篇同其他嘅詩咧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嘅主題都係以上帝係依歸嘅，係同信仰係有關係嘅。所以咧佢特別亦都包括咗讚美，包括咗認罪，向神嘅祈求，向神嘅呼籲，甚至向神嘅投訴。所以今日詩篇對我哋基督徒咧係其實係特別上咗年紀嘅基督徒咧，係好有同感嘅，好有共鳴。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詩篇第8篇，比頭先我所講到嘅嗰個嘅詩篇仲要早600年，即係一個3000年前嘅一個嘅作品。讓我哋一齊去睇下其中嗰個嘅信息。首先我想分享咧，就係我10幾歲嘅時候咧，大概11歲嘅時候咧，香港係冇咁多高樓大廈，所以咧晚上咧一抬頭就可以睇到點點繁星。嗰陣時我只不過係一個小學生，亦都未信主，所以咧唔知道究竟呢個宇宙究竟嘅來源係點樣。但係我卻知道咧，呢個宇宙係好廣大嘅。天上邊咧大多數嘅星，天上邊咧大多數嘅星咧都比地球大，而且距離地球好遠，佢哋嘅光可能係幾千萬年前就喺個星球去向地球出發，然後幾千萬年以後先至嚟到我嘅眼睛。
所以我作為一個小學生我都十分嘅敬畏一種嘅尊敬喺裏邊，就覺得自己係幾咁嘅渺小，就感覺到有一個造物主嘅存在。我未信主，但係我感覺到一定有一個造物主嘅存在。詩篇第8篇寫得好清楚，係大衛嘅作品。解經家就相信係少年大衛嘅時候，佢係牧羊嘅，幫佢嘅父親看羊。係喺佢牧羊嘅時候，喺晚上佢舉頭望見星空嘅時候，一個嘅作品。我哋嚟睇一睇佢嘅內容，係體會一下佢裏邊嗰個嘅意境。更重要嘅就係讓我哋學習一下大衛對神嗰個嘅認識。首先，大衛認識神係佢係一個願意向人去顯示自己嘅一個嘅造物主。第一節，耶和華我們嘅主啊，你嘅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一句嘅説話，你嘅名何其美，唔單止係呢個詩篇嘅第一句嘅宣告，亦都係呢個詩篇最後一句嘅結語。因為喺第9節我哋頭先讀過，亦都係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一句話重複出現，但係講到係神嘅名好美。我哋點樣知道神嘅名字呢？我哋點樣知道佢嘅名字，然後知道佢嘅名字係好美呢？因為神主動嘅話俾我哋聽。呢個名字嘅發音呢係Yahweh，係喺聖經裏邊呢嗰啲猶太人係唔敢讀出嚟嘅，係出現喺出埃及記第3章，神主動嘅向摩西顯現。就吩咐摩西要帶領以色列人去出埃及。摩西於是喺出埃及記第3章第13節就問神：我到以色列人那裏，對他們說：你哋嘅祖宗神打發我到你哋呢度。佢哋如果問我呢個神嘅名字係乜嘢嘢呢？我點樣去回答佢呢？神就回答：我係自有永有嘅。大英百科全書嗰度呢，就係講到現代好多嘅聖經學者佢哋都覺得呢個名字自有永有係包含咗使萬物存在者嗰個嘅意思。神係使萬物存在嗰一位。神對我哋嘅啟示係十分嘅重要。如果佢唔啟示佢自己，我哋係無從能夠認識佢。對人類點解會存在，對萬物點解會出現，我哋都無從去解釋。當大衛佢睇到神嘅名係好美嘅時候，其實有啲人可能覺得唔係好自然。因為喺一個唯利是圖、一個商業嘅社會裏邊，讚美別人嘅時間，有陣時呢就可能覺得係拍馬屁嘅一個嘅感覺。最近我哋都知道咧，美國選咗一個新嘅總統，然後佢嘅行政團隊咧，個個都出嚟去讚美佢，咁咧令到人咧有啲唔係好自然嘅一個嘅感覺。因為我哋都體會過，有人讚美別人係為咗討好別人，係為咗要得好處，好似討好上司，要得到升職。甚至有啲讚美係要欺騙別人嘅感情。我初信主嘅時候，我喺灣仔堂信主，係盧牧師1974年喺度接受洗禮嘅。初信主嘅時間呢，每次我唱起《你真偉大》呢首歌，我都覺得有啲唔自然，因為我心目中就諗到成日讚美人偉大，神係偉大，點解要人去讚美呢？我就始終有啲唔自然嘅感覺，有啲好似拍馬屁嘅一啲嘅感覺。但係後來我就發覺到，原來世界上邊有一種美係唔會唔自然嘅，係你好自然嘅就能夠去讚美佢。佢可能係海洋，可能係廣闊
無邊嘅海洋，可能係高高嘅山脈，或者係雪山嘅景色，或者係顯微鏡底下嗰啲睇到好完美嘅微生物嗰啲嘅形象，或者雪花千變萬化嘅一啲嘅圖案，或者甚至係蜂巢嗰個工整嘅六角形嘅構造等等，使到我哋都不禁去講真係美。我喺灣仔堂嘅時間去嘗試去傳福音，就係一個中學嘅同學，佢特別嘅聰明，佢然後中學畢業呢就去到外國去留學。佢翻咗嚟之後呢，我哋就想向佢傳福音，但係佢問好多嘅問題，我哋都解答唔到，佢似乎亦都無動於衷。但係有一次青年團契，我哋一齊去旅行嘅時候，有好多嘅弟兄呢，佢面對好廣闊嘅海呢，舉起手嚟讚美神。呢個嘅朋友佢突然間感受得到，佢話佢同我哋講，事後佢同我哋講，佢話我覺得我冇不良嘅嗜好，我欣賞古典音樂，我欣賞名畫，我覺得我已經係一個好高尚嘅一個嘅人。但係現在我睇到你哋向海洋嗰度舉起手去稱謝一個神，我知道我缺乏乜嘢嘢，我知道我缺乏原來呢個世界背後有一個造物主。當我哋覺得感受到呢種嘅美嘅時間，連我哋嘅心都會好美，引發我哋嘅讚美，就唔係拍馬屁，亦都冇辱罵嗰個嘅感覺。弟兄姊妹，我想同大家分享，就係有陣時咧，我哋去敬拜嘅時間，我哋唔投入，我哋係唱嗰個詩歌，但係我哋感受唔到，就係一個好大嘅原因，就係可能我哋仲未體會到呢種嘅美。一個經歷到上帝嘅美麗嘅人，佢嘅心境都會變成美麗，連佢嘅性格都可能會美麗起上嚟。意大利有一個好出名嘅作家叫做但丁，佢係意大利人。有啲評論家咧就話佢對西方嘅文學嘅貢獻咧係比得上日後英國嘅莎士比亞。佢最出名嘅作品咧叫做《神曲》，但係咧原來佢喺完成呢個偉大嘅作品之前咧，佢係寫咗一本詩集嘅。呢本詩集咧叫做《新生命》，好得意喎，就好似基督教咁嘅題材，《新生命》。喺呢本詩集裏邊咧，佢就透露咗一個佢生命裏邊一個嘅秘密。原來喺佢9歲嘅時候，佢就認識咗遇上咗鄰家一個8歲嘅小女孩。佢形容呢個小女孩係完美可愛。佢對呢個嘅愛慕，佢冇邪念嘅，冇雜念。而且呢個意念咧，只係存喺佢嘅心中。佢就慢慢嘅欣賞呢個女孩子嗰個嘅美。然後到咗19歲，佢自己復述翻，到咗19歲嘅時間，先至有機會同呢個少女去傾偈。但係好可惜，佢哋傾完之後咧就各奔前程。呢個少女喺24歲就患上咗一個好重嘅病，就去世啦。但係呢個少女嗰個善良同埋美麗，就成為咗但丁一生嘅動力。喺《新生命》呢本書裏邊，佢咁樣寫，佢話：每當我想起個女孩嘅美麗，同埋俾我嘅接納，我就能夠饒恕任何得罪我嘅人，我能夠赦免每一個嘅仇敵。弟兄姊妹，呢句説話可唔可以用喺我哋嘅身上呢？神嘅美能唔能夠喺我哋身上產生咁樣嘅動力呢？當我哋感受到神嘅美嘅時間，我哋能唔能夠好似但丁咁樣講，我就能夠去赦免每一個得罪我嘅人？其實喺聖經裏邊俾我哋睇到神嗰個嘅美
唔單止係美麗嘅美，亦都係莊嚴嗰個嘅美。猶太人佢哋好中意朗讀經文嘅，佢哋朗讀嘅時間好似唱歌一樣嘅，所以猶太人嗰啲會堂咧，佢哋有一個咧係專負責叫 cantor， 專負責係唱經文出嚟嘅。但係當佢哋每一次唱到上帝嘅名字嘅時間，神嘅名字，佢哋就唔敢發聲噶啦，唔敢將嗰個音咧讀出嚟，因為佢哋只認識到上帝嘅莊嚴，佢哋感受唔到上帝嗰個嘅美。弟兄姊妹，我哋今日能夠稱上帝做我哋嘅天父，其實就係佢容許我哋去親近佢，呢個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恩典。然後我哋繼續睇落去嘅時間，我哋就睇到大衛除咗佢感謝神將自己嘅名字本質啟示俾我哋之外，當佢仰望天空嘅時間，佢見到繁星點點，見到清澈嘅月亮，佢就想到造物主嘅偉大，所以佢就跟住講：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有人就講古代嘅人呢，佢哋係缺乏咗科學知識，所以呢對未知嘅事物呢就會產生害怕、產生敬畏。於是呢，古代嘅人睇到個天呢，太陽咁犀利就敬拜佢，月亮咁清澈又敬拜佢。所以呢係古代嘅人先至恐懼呢啲嘅天文嗰啲嘅現象。但係我聽到呢句説話嘅時間，我就覺得現代人應該啱啱相反，唔係古代人產生敬畏，而係現代人更加應該係產生敬畏，因為我哋有新嘅科學嘅知識，我哋就體會到宇宙嗰個嘅偉大，宇宙嗰個嘅奇妙。我哋知道光係行得好快嘅，佢嘅速度呢係每秒186000英里。用呢個嘅速度，光由地球去到月球呢，只需要21秒鐘。太陽嘅光嚟到地球呢，只需要8分鐘。光一年呢，如果你計數呢，佢能夠走到6萬億里，一年走到6萬億里。但係天文學家話俾我哋聽，光由宇宙嘅中心去到宇宙嘅邊緣，要走80億年，呢個係幾咁龐大嘅一個嘅數目。根據估計，宇宙裏邊嘅嗰啲星河嘅數目咧，大概有1000億，1000個銀河系只係其中嘅一個。我哋生活嘅銀河系，佢裏邊有好多嘅星，好多都大過我哋嘅太陽。而我哋嘅太陽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呢，其實係唔係好渺小，喺銀河系就好渺小，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呢係好大。因為佢表面1秒鐘所發出嘅能量呢，係足夠我哋人類1000年嘅需要所產生嘅能量。但係如果地球呢係靠近佢少少，偏移少少，呢啲能量可以毀滅咗我哋嘅地球。而3000年前嘅大衛係冇呢啲嘅天文知識，但係佢仍然睇到神嘅榮耀，所以佢係好蒙福嘅一個嘅人。弟兄姊妹，如果我哋今日我哋都認識到神嗰個榮耀，我哋亦都可以成為一個蒙福嘅人。不過使到大衛更加佩服嘅就係呢個神嘅榮耀，佢嘅權力係用喺幫助弱者嘅身上。呢個權力唔係用喺榮耀自己嘅身上，佢有榮耀，佢有能力，但係呢啲能力係用喺去幫助弱者嘅身上。所以我哋見到第8章第2節，你因敵人嘅緣故，從嬰孩和吃奶嘅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大衛喺度講到係仇敵同埋報仇嘅，佢哋究竟係邊個呢？大衛喺度提到佢哋係邊個呢？可能係神嘅仇敵，可能係佢諗到係以色列人嘅仇敵，
甚至係大衛自己個人嘅仇敵。大衛講出呢段嘅説話，一定有啲嘅背景嘅。佢一定係有啲背景，佢諗起先至講呢番嘅説話。但係佢冇喺度交代，所以我哋唔能夠去猜測。但係喺新約嘅時代呢，其實主耶穌基督為我哋解答嗰個問題，就係大衛究竟係想緊乜嘢嘢呢？耶穌喺被釘十字架最後一次進入耶路撒冷，佢就趕出喺聖殿裏邊做買賣嗰啲嘅人，醫治咗病人。馬太福音第21章第15至到16節係咁樣嘅記載。祭司長和文士看見耶穌所行嘅奇事，又見到小孩子喺殿裏邊喊着說：和散那，歸於大衛嘅子孫，就甚惱怒，對他說：呢啲人所講嘅嘢，你有冇聽見？耶穌說：聽見啦，是的。經上說，你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傳了讚美的話。其實耶穌基督係用緊詩篇第8篇，不過呢嗰個嘅翻譯有啲嘅唔同。然後耶穌就問嗰啲文士，問到嗰啲祭司長：你哋有冇讀過呢？耶穌基督喺呢度嘅意思就係俾讓我哋去明白到大衛嗰個嘅意思，就係當小孩子都識得讚美上帝嘅時候，就係建立咗能力嘅意思。簡單嚟講，大衛就係講到係喺意想不到嘅地方，神顯出佢嘅榮耀。有邊個會想像嬰孩係大有能力嘅呢？佢哋自身難保，但係神卻可以透過佢哋去成就大事。呢個嘅事實，亦都使到我哋要謙卑落嚟，我哋先至會體會到神嗰個嘅能力。如果我哋驕傲嘅時間，我哋反而係體會唔到神嗰個嘅能力。戴德生我哋嘅馮浩樓醫生佢嘅太太而家係去製作一個戴德生傳，唔知會唔會包括呢件事？戴德生呢有一次就被邀請去到澳洲一個教會呢，就做差傳嘅講員。呢個教會嘅負責人呢，大概覺得好榮幸啊，即係戴德生嚟我哋嘅教會，所以佢喺介紹講員嘅時候呢，佢就極力描寫戴德生嗰個嘅成就同埋佢嘅能力。然後佢就咁講，佢話：現在我哋請呢個好出色嘅宣教士嚟分享佢嘅宣教嘅心得。戴德生佢起身上咗講台，第一句嘅説話，佢竟然咁講，佢話：我唔係一個出色嘅人，我只係一個出色嘅上帝手下一個普通嘅工人。我宣教嘅心得，一句説話可以講晒，就係一個出色嘅神可以用一個唔出色嘅宣教士。當我哋見到冇能力嘅人能夠勝過敵人，我哋基督徒冇地位嘅人能夠發出對神嗰個喜樂嗰個嘅讚美，我哋呢啲冇權力嘅人能夠完成神嘅工作，喺迫害之下，喺唔對等嘅敵人底下，我哋能夠完成神嘅工作。我哋就明白呢啲係神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喺面對權力、面對逆境嘅時間，我哋能夠經歷到一啲嘅功課。有人就話：如果我哋喺覺得自己好成功嘅高台上邊建立起嗰個成功嘅高台上邊往下看嘅時候，我哋就會驕傲起上嚟。但係如果當我哋喺呢個所謂成功嘅高台願意往上看嘅時候，我哋先至知道自己係幾咁嘅渺小。所以當大衛佢舉頭觀看神所做嘅天同佢所陳設嘅月亮星宿，佢就謙卑起上嚟。佢不禁佢講出：人算什麼？大家可能聽過好多次㗎啦，人體60%係水。
然後咧，如果將人體嘅有啲重要金屬嘅貴重金屬嘅元素嘅好微量如果我哋將呢啲元素抽咗出嚟咧，有人估計可以賣到$5，有啲人咧慷慨啲，佢話可以賣到$150，但係總之係價值唔高。地球上嘅人口已經到達咗80億，我哋喺80億嘅人裏邊係其中之一，真係微不足道。一般人呢，佢係願意抬頭睇星空嘅時候，佢就謙卑落嚟。但係太空人呢，係啱啱相反，佢哋喺太空望返地球嘅時間，佢哋就謙卑咗落嚟。其中有一個太空人呢，叫做奧德正啊。呢個人呢，佢係乘坐阿波羅號11號，係喺1969年。大家如果記得1969年呢，就係成功登陸月球3個嘅太空人其中之一。我哋知道岩士唐係第一個行出去嘅，佢就成為第2個踏足月球嘅人。奧德正呢個人呢，係好聰明嘅。佢係全級第3名畢業喺西點軍校。如果大家睇下美國嗰啲收生率呢，哈佛大學唔係收生率最低嘅，係西點軍校收生率係最低嘅。好多人申請，但係收好少嘅人。佢係全級第3名畢業。後來佢獲得麻省理工學院嘅物理科博士嘅學位。然後佢就加入太空總署，被選中係第一批去登陸月球嘅太空人，所以應該係好有成就嘅一個嘅人。但係佢係一個好虔誠嘅基督徒。喺登陸月球回程嘅時候，佢就回想不久之前佢站在月球嘅表面，睇到地球就好似一點嘅藍色嘅一個波仔。就係睇到喺宇宙嘅漆黑嘅天空裏邊有一個好少藍色嘅一個嘅波仔，然後地上咁多嘅人只係一個小點裏邊嘅一小點，所以你就禁止唔住咧佢念聖經，因為太空總署係禁止太空人咧去念任何宗教嗰啲嘅經典嘅，但係佢禁止唔住，佢就讀出詩篇第8篇第3至到4節，我觀看你指頭所造嘅天，並你所陳設嘅月亮星宿，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當我哋見到自己喺浩瀚嘅宇宙裏邊微不足道，我哋就應該謙卑。但係當我哋諗到呢個造物主，一個造宇宙咁偉大嘅造物主，竟然臨近我哋嘅生命當中嘅時間，我哋就喺謙卑嘅時候加上咗感恩。我哋想一想，如果有一個總統一個國家嘅總統寫信俾我哋，我好想念你我想邀請你嚟總統府咧食飯。我哋一定覺得受寵若驚。如果呢個總統繼續寫封信嚟，佢話：我唔敢勞煩你舟車勞頓啊，我親自嚟探訪你，我哋就十分嘅感動。第4節嗰個眷顧嗰個嘅詞喺希伯來文其實係解探訪嘅意思。神親自去探訪我哋。唔知大家有冇咁嘅體會？就係到咗21世紀啦，我哋傳道人呢就好感覺到嘅，喺大城市好忙碌嘅人呢，係越來越拒絕探訪嘅，即係唔想執屋唔想好麻煩招呼你當然其中有好多原因我哋都好明白。當我哋被拒絕探訪嘅時間，我哋都好明白。但係呢，其實喺30-40年前呢，係互相探訪係好普遍嘅。嗰陣時嗰啲人呢係好歡迎去探訪嘅，特別喺農村裏邊所謂串門子真係唔使預約嘅就去到咧同人去傾偈。有一個好出名嘅佈道家咧，叫做慕迪。
佢年輕嘅時間咧，佢生活咧就十分嘅自我，係毫無規範嘅一個嘅少年人。有一次咧，有人咧就帶咗佢去參加教會嘅主日學。主日學咧興起嗰個嘅來源咧，其實係睇見一班細路仔咧，有冇讀過書啊，喺街走嚟走去啊，咁所以喺英國咧就發起一個主日學嘅運動。所以呢個慕迪咧，呢個美國人嚟嘅，就被帶去咗主日學。主日學嘅老師咧係一個冇乜口才嘅人，唔識講嘢嘅人，但係佢好愛細路仔，好有愛心。咁呢個慕迪咧嚟到一次咧，佢就發覺唔係我個杯茶啊，所以咧就唔再去啊。呢個老師就發覺佢幾個主日唔見咗佢啊，於是咧就去探訪佢。佢見面嘅時間咧，呢個老師就唔識得講乜嘢，因為佢真係一個冇乜口才嘅人，因為慕迪自己見證出嚟嘅。因為佢真係佢淨係講咗一句説話：慕迪，我想話俾你聽。我好關心你，但係呢個説話雖然平平無奇，但係喺慕迪嘅心裏邊咧就產生一個好大嘅作用，因為慕迪諗到，咦，佢關心我，有人關心我，咁我大概都要關心下自己啦。於是咧佢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嘅轉變，後來就成為神所使用嘅一個嘅佈道家。所以到咗今日，或者我哋探訪係被人拒絕，但係大多數人對神嘅探訪、對神嘅賜福係唔拒絕嘅。我哋有陣時咧做傳道人咧去醫院探訪係唔識嗰個人嘅。我哋咧其中一個好有效嘅就係我為你祈禱，我為你祈禱。喺病人裏邊咧，10個有10個都接受祈禱嘅。雖然佢可能佢話我係佛教徒，我係乜嘢嚇，但係咧接受祝福、接受祈禱，好多人都接受嘅。因為好似拿但業一樣，拿但業起初係拒絕耶穌，但係日後成為耶穌嘅一個忠實嘅門徒。神眷顧探訪我哋，何等大嘅恩典！然後我哋睇到第5至到第6節跟住落去，神唔單止眷顧我哋，佢仲抬舉我哋。經文咁樣講：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裏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腳下。當人我哋頭先講到意識到我不算什麼嘅時間，我哋就唔應該期望喺神嘅偉大創造裏邊有乜嘢地位。你覺得自己好渺小嘅時間，你點能夠期望喺神呢個創造裏邊有乜嘢地位？但係神卻係差派我哋成為大地嘅管理人，甚至俾榮耀尊貴，俾我哋去完成呢個嘅使命。我哋諗一諗，人冇厚厚嘅皮膚，我俾張紙啊，我俾張講道嗰張紙刮一刮，我就流血啦。我哋唔係好似牛咁，你用刀斬佢，都斬唔開佢嗰個嘅皮。我哋冇厚厚嗰個嘅皮膚，我哋冇鋒利嘅牙齒啊，好似獅子老虎咁樣啊！我哋咧咬，我有一次食龍蝦咬咗就隻牙就崩咗啦啊！我哋冇快跑嘅速度，一隻兔仔都跑得快過我哋。我哋冇會飛嘅翅膀，我哋冇敏鋭嘅嗅覺，狗嘅嗅覺比我哋強20倍。我哋冇內行嗰個嘅能力，點解我哋可以治理擁有呢啲優勢嘅各種嘅動物呢？當然生物學家話俾我哋聽，因為我哋有發達嘅腦袋，我哋有靈活嘅雙手。但係聖經俾我哋另外一個嘅解釋，係因為神抬舉我哋。我哋點解能夠治理呢啲有各樣優勢嘅其他嘅動物？因為神抬舉我哋。詩篇第8篇講到2次榮耀，第一次係神嘅榮耀，第二次竟然係人嘅榮耀。呢個係何等大嘅一
恩典。點解人會有榮耀嘅呢？係因為神讓我哋分享佢嘅榮耀。呢個就係神學家所講嘅，唯有我哋認識神，先至能夠認識自己。否則我哋就以為我哋係一個會着衫嘅動物。神分享佢榮耀嘅方法，係俾我哋有佢嘅形象，可以同佢溝通，亦都可以敬拜佢。應該係其他嘅動物都缺乏嘅能力。我哋既然被抬舉喺萬物之上，能夠認識神，我哋就應該敬拜佢。我哋好好運用呢個權力，就係點解我係喺開始嘅時間，首先向大家表達欣賞，大家早起嚟敬拜主。喺結論嘅時候，正如第二節所講到嘅，當軟弱嘅人都能夠顯出從神而嚟嘅力量嘅時候，仇敵就閉口無言。佢呢個弱者竟然能夠打敗我，因為佢哋嘅神，佢閉口無言。撒旦係最中意攻擊神嘅子民，佢攻擊約伯啦，佢預言約伯，如果上帝你俾我攻擊佢，佢就會當面去拋棄你。但係我哋見到約伯喺失去一切之後，佢講出好出名嘅一番嘅說話：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嘅係耶和華，收取嘅亦都係耶和華。耶和華嘅名係值得稱頌嘅。結果撒旦閉口無言，撒旦嘅指控失敗啦，神得着咗榮耀。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喺軟弱當中能夠仍然敬拜神，我哋喺失敗當中仍然能夠感謝主，係每一個弟兄姊妹都可以做到嘅。你唔使讀過神學，你唔使被按立做執事，你唔使做一個傳道人，做一個嘅牧師，你可以做到。就喺你哋軟弱嘅時間，你仍然開口讚美，就好似大衛咁樣呢度所講嘅，喺嬰孩同吃奶嘅人口中建立了能力。大家願唔願意去咁樣做呢？我哋一齊做一個祈禱。親愛嘅天父，我哋向你獻上感恩。我哋係咁渺小嘅人，喺宇宙裏邊我哋微不足道，但係你卻顧念我哋，你探訪我哋，又俾我哋榮耀嘅冠冕，可以管理你所創造咁美妙嘅事物。就求你俾我哋力量，無論喺我哋成功，喺我哋失敗當中，我哋喺強壯當中，我哋喺軟弱當中，我哋都能夠榮耀你，將一切嘅榮耀歸俾你。我哋嘅禱告奉靠耶穌基督嘅名，誠心所願。感謝主藉住首歌帶俾我哋嘅信息，願上帝祝福佢嘅侍奉。跟住我哋有堂務報告，我哋請堂主任莫漢芬牧師。弟兄姊妹平安，早晨嚇。麗文呢都係冇辦法唔嗌一聲收歌啦。係我諗話，你係咪應該講陳德修牧師咧？咁啊，其實我哋同阿德修牧師咧係好親切，係啊。雖然咧係好多年嚟咧，佢都喺美國侍奉，
但係德修牧師係同我哋呢班弟兄姊妹係好緊密嘅一種關係，大家彼此之間喺神嘅裏邊嗰個一齊經歷個成長咧係好深刻，所以我都唔怪責阿麗文叫修哥啦，係啦。咁我哋都好開心有德修牧師同我哋一齊嚟去敬拜分享神嘅話語咁樣，係啦。不如我哋用啲掌聲多謝佢好嘛？係啦。我哋都盼望咧，阿修哥喺佢嘅嚟緊嘅歲月當中，佢完咗一個階段啦，即係佢喺佢嘅牧會工作上面退休咗落嚟啦。我相信咧，佢仲有好多上帝擺佢喺唔同嘅地方裏邊咧嚟去侍奉佢，同埋咧去敬拜，同埋咧同人一齊同行嘅日子嘅。咁啊，一路嘅禱告嚟去紀念佢，亦好多謝佢今日咧可以嚟到我哋當中，同我哋一齊去崇拜、分享神嘅話語。因為詩篇第8篇呢段聖經裏邊其中一個經文喺灣仔堂出現過，你知唔知喺邊度啊？喺門口，你得閒你去睇下呢篇第8篇嘅經文喺門口嘅。好，咁咧我哋有啲嘅簡單嘅家事分享同埋報告啊。咁在分享之前，唔知今日有冇第一次嚟我哋中間同我哋崇拜嘅新嚟嘅朋友咧？請朋友可以舉下手，等我認識下，有冇啊？冇啊！咁你同左右隔離嘅弟兄姊妹彼此問安好唔好啊？呢個你見唔見到神嘅尊貴喺你望到嘅人嘅身上啊？係啊，感謝主啊！好，咁咧簡單嘅報告啊。咁首先咧係我哋嘅行政幹事慧嬋姊妹啦，將會咧係嚟緊4月2號起咧就係離任。咁咧我哋咧都好多謝慧嬋姊妹咧喺我哋當中同我哋服侍咗2年嘅時間啦，同埋好忠心咁樣服侍。咁慧嬋姊妹今日咧都係喺我哋當中崇拜，佢喺 balcony， 我哋咧掌聲多謝慧嬋姊妹，亦咧係求主祝福佢喺佢未來嘅侍奉嘅道路上邊咧係更係經歷主耶穌基督一路帶領喺教會當中咧嚟去一同嘅嚟去服侍主。咁咧我哋咧就今日開始咧，我哋亦邀請咗Maureen 姐姐係重返我哋呢個兒童事工幹事嘅崗位。Maureen 姐姐係啦，喺後邊嚇。好啦，我哋好開心有Maureen 再一次係翻嚟啦，同我哋一齊喺兒童及真知牧養部嘅同埋咧園牧事工裏邊咧嚟一齊參與。咁我哋為到佢嚟緊呢個侍奉咧嚟去祈禱，好嘛？好，咁另外咧就係今日咧，我哋會有呢個牧顧關懷嘅茶敘嘅講座啦，講讚美操俾你體驗下一種能夠開心快樂嘅運動嚇。咁另外咧就係今日咧喺呢一個完咗午堂崇拜之後咧，我哋都有一個兒童及親職牧養部嘅家長分享祈禱會嘅。都紀念到咧喺呢段時間裏邊咧，點樣去做一個父母啦，靈性上點樣幫助子女能夠成長啦。我相信咧，父母之間要交流啦，同埋咧彼此嘅支持同埋分享啊，請弟兄姊妹紀念嘅。咁最後咧就係咧我哋有一個喺4月6號嘅一個哀傷關懷嘅工作坊嘅。其實我都上次都提過啦，就係想大家可以繼續報名啦。我哋知道咧，其實喺我哋嘅呢段日子裏邊咧。無論病患啦、親人離世啦，或者遇到人生好多嘅困苦啦，有啲時候我哋都好想去同身邊嘅親人朋友咧表達我哋嘅關心，但係有陣時我哋真係唔識，唔識係唔係我哋冇心，係有陣時我哋真係原來唔係我哋呢個唔係我哋常可以做嘅嘢，有陣時我哋關心反而咧令到有啲人覺得可能唔到位喎嚇。咁所以呢個工作坊咧係幫我哋更加了解。即係喺哀傷困苦嘅人咧，其實我哋係喺旁邊嘅人係可以點樣去支持咧，同埋關心咧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工作坊，咁係有我哋鄭姑娘咧去帶領我哋嘅。咁鄭姑娘咧佢做傳道之前咧，佢係一個社工咧，係特別係做生死教育嘅社工，係時時都係接觸呢啲係處境裏邊嘅人嘅。咁佢都好將佢嘅經驗啦，同我哋一齊分享，大家彼此交流、彼此互動嚇。咁咧，如果你報名嘅話，可以用呢個 QR code 啦。你唔識用 QR code 啦，你想嚟嘅話咧，咁你就通知我哋辦公室，我哋可以寫低你嘅名，或者係可以咧幫你去報名咁樣樣。
好，咁以下呢，我哋有啲嘅代禱需要啦，請弟兄姊妹一齊去紀念，好嗎？係啦，我紀念譚慧玲姊妹嘅爸爸啦，譚李先生啦，上我哋都知道咧，佢又再一次跌倒即係老人家跌親之後咧，要恢復已經難，如果再次跌親咧，都係有困難。咁我哋都為到阿譚先生去禱告。咁我哋都有同工咧不斷去探望佢，為佢祈禱嘅，都盼望佢都能夠經歷神嘅安慰啦，同埋經歷上帝嘅幫助。係啦，我哋紀念到慧嬋啦，為到佢喺嚟緊嘅侍奉嘅新嘅里程咧去禱告啊，求主加力俾佢。咁我哋有位我哋好親愛嘅姊妹梁美珍姊妹啦，就係張家峰同埋張翠卿嘅媽媽。咁佢係患咗癌病，都係呢段時間身體係非常之虛弱㗎啦，係啦。咁我哋都感謝主，因為呢位長者咧，其實佢對主嘅信心係好堅定嘅，心裏邊係好有平安。但係咧，即係喺呢個最後一程嘅裏邊咧，真係好需要上帝一路咁樣去扶持嘅。請弟兄姊妹咧為佢祈禱，好嘛？紀念咧我哋幼稚園嘅家長啦，吳金蘭姊妹啦，咁佢亦係因為心臟病係經常係進出醫院我哋亦但係佢其實事實上佢仍然係要照顧啲家人嘅需要嘅。咁我哋為到阿金蘭姊妹咧嚟去祈禱，好嘛？咁呢啲有困難嘅弟兄姊妹啦，請弟兄姊妹啦喺心裏邊常常嘅為佢哋禱告。佢知道有人為佢哋祈禱啦，佢哋心裏邊係好得到平安同埋力量嘅。我俾少少時間大家安靜，好嘛？你紀念一兩位你感動裏邊好想交託嘅弟兄姊妹，然後咧我會帶大家一齊嘅禱告嚇。我哋同心祈禱，親愛嘅主，當我哋想起，雖然人係咁渺小，但係你竟然係記住我哋，注目我哋，甚至咧係臨在喺我哋生命當中，我哋就知道，當我哋將我哋有困苦嘅、有難處嘅弟兄姊妹交託俾你嘅時候，你係一定係會注目同埋垂聽，喺佢哋生命當中有你自己嘅恩典，有你自己嘅憐憫，有你嘅扶持。我哋為到慧玲嘅爸爸譚利先生嚟交託，求你俾佢能夠喺困難嘅當中經歷你嘅恩典，能夠認識你，並且去體會得到你自己嗰個嘅看顧而嚟嘅平安。我哋為到係美珍姊妹嚟去禱告，主感謝你，因為姊妹嘅身體雖然軟弱，但係佢心靈卻係常常嘅去依靠你。主係依靠你嘅人，心裏邊所得嘅嗰份嘅安穩同埋平安係無與倫比嘅。就求你繼續嘅嚟去扶持佢，幫助佢，特別可能喺身體軟弱嘅時候，係好需要咧你俾佢力量嘅。我哋為到金蘭姊妹，我哋知道佢嘅心臟嘅虛弱係經常係要進出醫院，幫助金蘭喺心裏邊依靠你，內心裏邊有一份嘅堅定同埋平安，明白你自己喺佢生命當中會引領佢，保守佢所掛念嘅事。主，我哋都係到慧嬋喺我哋當中侍奉嚟去感謝你，感謝你俾佢盡心嘅同我哋一齊嚟去服侍你。求主繼續帶領慧嬋喺新嘅工場上邊經歷你自己嘅引領，去成全主你交付俾佢嘅旨意。我哋為到佢所需要嘅侍奉嘅力量嚟禱告，求主一路嘅引領佢嘅道路。我哋同心嘅嚟獻上祈禱，係奉耶穌基督嘅名，誠心所願。跟住我哋用金錢去回應上帝俾我哋嘅厚恩。今日我哋嘅奉獻有兩次，第一次係唐捐係用紅袋，第二次係慈惠捐係用綠袋。喺奉獻嘅時候，我哋會唱稱聖第4冊20，你真偉大。
請我哋一齊起立。都是從主而來，我們那從主而來的感謝。站立，我哋同念主教練嘅禱文。主禱文之後，請麥漢芬牧師為我哋祝福。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父嘅名為聖。願父嘅國降臨，願父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嘅飲食，求父今日賜給我們，又求饒恕我們的罪，好像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拯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的，直到永遠。阿們。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直到永遠。阿們。唱差遣詩，讓呢個愛栽種喺人間。我哋唱用我將你平安栽種，恩頌300首。請起立啊！如能讓我播種的真愛，如創上讓我播種的寬恕，疑惑心中播種真信仰，主救我是每生存的心懷，求安慰別人過於求安慰，求諒解人過於求諒解，真心愛鄰舍過於求人愛，用我將你平安栽種，人生絕望中帶給人希望，人生黑暗中令人盡光明，受煩心中播種真信仰，主救我是己常存的心懷，求安慰
藉着犧牲方得真生命。請坐，讓我哋安靜喺神嘅面前，讓殿樂完成之後，我哋彼此交通問安。